题的应该是最后一场嘛。好，那我们就直接就上了啊。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因果焦点这里，所以而且我们有讲完，所以我们就往下了哈。好，那我们还是一样，就是讲这个焦点名词的句型哈，就是名词句型。然后之前上一周是讲这个妈型的动词的字根嘛，我们今天讲形容词字根。我先慢慢讲哈，就是让大家先那个慢慢进入状况。好，那形容词的字根，好，第一个单元形容词的字根，想一下。好，那这里讲的重点是这个受试者焦点。好，那所谓的受试者焦点，就是我们看这个第四句啊，看 PPT 的这个第四个，指的就是这个绿色这个地方哦，受试者焦点。那如果说可能之前都没有提醒啊，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焦点，比如说像上次的这个因果焦点，指的也就是这个估后面的这个哈，这样就以此类推，所以你在复习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去理解啊，之前没有特别交代。好，那这次第一个要讲受试者焦点，我们使用的字根是妈型的形容词字根。好，那字根一是我用 larum 应该是难过了，这边写错了，不好意思，你们那个 PPT 就下载的 PPT 就自己修正一下哈。那个 larum 就是伤心难过。好，那它是形容词，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变成动词，我们就会用妈嘛，因为它是妈型的，所以就是 mararum，就变成一个主动的动词。好，就是从形容词加了前缀之后就变成动词啊。好，那但是我们不是要用妈哈，我们来构词哈，加前缀加后缀按就是还缀 ，gararuman， 它就会变成令某某某令什么东西的令点点点难过的，哦，这是构词哦 gararuman。那它也就是说，这个令什么什么难过的哦，它是它会有代表一个东西，哦，会代表一个东西 gararuman。好，那我们来看哈，第三个会更理解 gararuman ni kazao。嘎拉鲁曼尼嘎造，嘎造是人名哈，中文就是令或者是让嘎造令嘎造难过的，哎，这个话好像没讲完哈，让谁难过的什么什么东西哈，好，那我们注意说嘎拉鲁曼尼嘎造，好，所以我们要讲说让谁难过的，我们就使用这个构词哈，嘎拉鲁曼，那这个呢，我们就讲。嗯，让嘎造难过的，所以嘎造是什么？这整个就是受试者的焦点哦，因为有一个东西让他难过哦，被难过的就是嘎造嘛。好，嘎达罗曼尼嘎造。那我们来看句子啊，Uni asmak嘎达罗曼尼嘎造。好，再说一次哈，Uni asmak嘎达罗曼尼嘎造。好，这个嘎拉鲁曼尼嘎造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受试者焦点啊，中文意思就是令嘎造难过的是什么东西呢？是这件事，就是我们前面这个前面所讲的乌尼亚斯玛。那先不管什么事哈，我们就是用一件事来去指称这个所有的这件就是去代表它哈，乌尼亚斯玛啊，不管是好的、坏的、难过的任何一种哈，乌尼亚斯玛
是什么东西呢？古嘎拉鲁曼尼嘎造是令嘎造难过的，是这件事啊。所以这个乌尼亚特曼就是去补充后面这个估后面这个受试者焦点哦，古嘎拉鲁曼尼嘎造。所以我们要理解的这个重点就是构词这个部分了。那这个构词的部分，我们就要去记得，就是怎么去中文翻译哦。所以卡拉鲁曼就是令什么什么难过的。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哈，你找一个妈型的形容词字根，然后一样就是照这4个步骤来写写看哈。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写出句子，然后去理解我们的这个构词的方式哈的中文翻译是怎么翻。好，那也理解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焦点，这样，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焦点名词的句型哈，焦点名词的句型。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哦，找妈型的形容词，妈型的形容词之根其实还蛮多的，好，找一个看看。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哈，就是因为我们是做练习，那我们可以先去看这个字根的意义，再来去想我要怎么去造一个句子哈。就是我先看这个字根是什么，我先决定它，然后再想我要造哪一种句子哈。那一般我们一定都是先想中文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来去看我们的主语要怎么去写，然后再来修正这个中文的部分，这样子。好，如果有疑问的，可以提出来问一下哈。形容词的字根，像懒惰啊、马杜卡，或者是马拉洛之类的哈，是呃，很对不对？高兴的。香味可以慢慢写哦，不用着急。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哈，因为其实我们从以前讲那个，嗯、这个是文法嘛，其实还蛮多的。那怎么去理解哈？我想我们就是先从这个，就是我们先去理解这个构词的部分，它加了哪一种构词方式，它会变成什么意思哈？主要还是构词这个部分，只要先理解它，那我们在造句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造句。好，那这个我再说明一下哈，像刚刚还没完整说明到，就是什么是事情啊？无逆啊什么？那这个无逆这个还记得吗？这个数格就是它是可以分开的，就是乌，它原本是乌数个乌加上后面这个呢嘛哈，乌呢，那这个呢就是这或者是这位这些的意思哈，合起来就无呢，那或者是乌拉，对不对？还记得哈？或者是乌鸦，乌拉就变成那哈，那或是那位。那些这样子去指称一个东西哈。如果是乌鸦呢，
无亚就是没有在现场的，所以无逆是在我眼前的，眼前看到的，那是离我就是有近距离的，有一点远距离的，我们可能会说无拉，那不在我们眼前呢，无亚，这个应该还记得啊，这三个无尼、无拉、无亚，它都是数个乌，然后再加后面的这个尼，或者是 ra 拉，或者是 ya 无亚这样子。那我们在使用上，我们就直接就把它合起来。无尼亚什么就是这件事。那如果说指人的话呢，无尼亚娃娃，它的中文翻译就变成这位小孩所以它的这个中文的这个翻译的方式，就要看我们自己所表达的那个意义是什么。人的话，这个无逆就会变成中文翻译就会变成这位。那因为这个是事情，所以讲就这件事，无逆啊什么？好，那这个嘎拉鲁曼尼嘎造这个受试者焦点这个地方，你因为嘎造是人名嘛，所以那个属格的标记就是用你。如果是复数呢？如果我讲嘎拉鲁曼那嘎造那的话，就复数就是嘎造他们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子那 Alex 已经写完了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尼六瘦小，刚尼万令什么瘦小的？刚尼万你阿力令阿力瘦小的。瓦莎莎诺比多嘎古刚尼万你阿力令阿力瘦小的是胃病。好，谢谢 Alex。好，尼六是妈型形容词嘛，所以我们讲主动的变成一个动词就是忙尼六，对不对？那如果构词刚尼利万就是一样令谁瘦小的，变瘦就瘦弱尼六刚尼利万，或者这个令也可以想说使或者是让，好像中文翻译好像是可以通的令使让都是可以的。好，那第三个呢？刚尼利万尼阿力。阿力是一个人名，所以他的这个属格这边用你你阿力。如果用那呢，那阿力就复数阿力他们就变成阿力他们那不可能用努好，跟耶利湾你阿力令阿力瘦小的令阿力瘦小的，所以这个字是什么？受试者焦点好，我们来看它的例句，就是乌阿萨萨努菲杜嘎。好，这个它就是我们先看整句好了。乌阿萨萨努菲杜嘎古冈伊利万尼阿里。好，乌阿萨萨努菲杜嘎古冈伊利万尼阿里。冈伊利万尼阿里让阿里瘦小的是什么东西呢？就前面这个姑前面这个乌阿萨萨努菲杜嘎。乌是数格嘛好，那阿萨萨是病菲杜嘎是胃阿萨萨努菲杜嘎就是胃病了可以这样写了，可以这样去分了那这个努就是那个啦，所有的就是胃的病阿萨萨努菲杜嘎就是肠胃的病，没有肠就是胃的病这样。好，谢谢 Alex。那第二个，秀兰姐，请秀兰姐。什么惊讶？嘎什么干？令什么惊讶的？嘎什么干？你丢顾，令丢顾惊讶的。
uni agru ku kahmakan ni kyuku， 令kyuku惊讶的是这个舞蹈。好，谢谢秀兰姐。好嘛，所以妈型哈，Muhammad，所以它的主动变成主动就是 Muhammad， 那 Muhammad 是形容词哈，我刚刚也有讲嘛，就是 Muhammad 就是也有喜乐，那要惊讶的话也是可以哈，就是像男士他们可能也有这样的习惯哦，Muhammad 惊喜啊，可能也许用惊喜会比较好一点哦。惊讶会不会有别的字？我不，如果是海岸的话，可能会有别的字哦。那这边应该是讲的是惊喜了，好，对不对，秀兰姐？是这个意思吗？嗨，也是可以。好，因为很多它有很大的部分是心情是快乐的哦。哦，那惊讶不一定是很快乐哦。如果我们看中文字哦，这个惊讶不一定是快乐的，有可能是生气啊，这酸甜苦辣等可能都有。所以如果但是这个主语的很梦，它是有很喜乐的这种感觉哦，是很大的一部分哦，所以要用惊喜可能会比较适当一点。好，那构词的话就是干么干，就是令让使某某某惊喜的。好，这是构词。好，那焦点呢？干么干呢？救顾啊，救顾是人哈。干么干呢？救顾就是让令救顾惊喜的。好，这是焦点啊，说是指的焦点。让救顾惊喜的，它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哈？有一个东西是它代表，是让他惊喜的嘛？好，那是什么东西呢？Uni keru， hai uni keru ku干你救顾，令救顾惊喜的是这个舞蹈，这样。好，谢谢，换一下。改成惊喜比较好哈。对对对对，因为如果从中文的惊讶，它不一定有快乐啊，如果从中文看的话，但是这个很默是有快乐的意思。哦，就是很默的故，就是那个不可能有那个难过的意思哦。好，那个巴洛，请你有举手哦。哎，好的，你们伊拉古拉利在那首很默应该是很暖心。啊，对啊，很默快乐惊喜。如果是惊讶，主要是马法嘎。所以我刚说那个惊讶中文的惊讶不一定会有快乐的意思了，对不对？这个还要看那个处境嘛，所以还是要用惊喜可能会比较好。对，好，谢谢老师。好，谢谢。欣欣，我可以用那个礼拜哈吗？也可以啊，礼拜哈，我们也，但是礼拜哈，好，可以，礼拜哈，好，那我谢谢哈。意思哈，礼拜哈，你知道意思哈？开心吗？礼拜哈高兴他也有那个意思。嗯，那一般我们圣经讲礼拜是，有那个期待、希望这样子。哦，好，那就希望是吗？好，赖欣欣。好，不会。惊喜的是这个哦，好的。那就等那个香薇的嘛哈。好，没关系，老师你就按照你的 tempo。好，那你写完你再自己 po 上来哈。啊。不过我怕你会一直在后面追耶，因为我们讲新的，然后你又对很久了。没有关系，你尽量，没关系，尽量。那我们就为速度，我就大概也不要太慢，但是也不会太赶。按照你的 tempo。好，我用追的。OK， 好，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哈。好，刚刚是这个形容词字根哈，我们现在换一个，用名词的字根哈，名词的字根，名词的字根就多了嘛哈。好，那这里要讲的是这个工具焦点哦。那一样我们就看这个句子了。我就先讲这个焦点，焦点就是这个地方哈，估后面，所以整个这个就代表着工具焦点哦。那我这边的字根我使用这个达亚的，达亚就是工作的意思。那工作是名词哈，就是我达亚的这个是我的工作哈，我这边讲的是名词哈，所以如果我们要变成动词的话要怎么做？就是加妈嘛，达亚就变成动作就是就变成一个一个动词啊。那这个讲的是一个达亚是讲名词工作哈，名词字根，就是我换了这个工作，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工作的种类、形态这样哈，名词。好，那我们来构词哈，因为我们现在要用工具焦点嘛，那构词的方式就是萨克达亚了。那个达亚就变成一个工具哈，工作的工具哦，萨卡达亚了，萨卡达亚了，好，变成工作的工具。好，我们萨卡达亚里说你工作的工具是什么哈？工作的一个工具。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工具焦点这个部分。第三个，这个达亚的你班奈，好，我们加了一个班奈。萨克达亚的你把奈工作的工具，好，把奈工作的工具，我们直接看第4句哈。我们按顾萨克达亚的你把奈，好，把奈工作的工具是什么呢？好，乌拉阿比道顾萨克达亚的你把奈伊鲁多，好，这个句子稍微长一点哦。乌拉阿比道。萨克达亚的你把奈一路都好，把奈在山上工作的工具是那把锄头。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焦点哦，工具焦点，你看稍微哈，看稍微绿色这个字哦，萨克达亚的你把奈工作的工具哦，然后这边后面一个一路都，所以这个估后面这一句哈。把奈在山上工作的工具，就这样翻哦。如果只讲这个萨克达亚的尼巴奈伊鲁多，这个鲁多是一个地点嘛，所以它前面有一个一个地点的格位标记哈，伊鲁多只要是地点都用一哈，以随便以桃园、以中立、以不送、以花莲都可以用一。好，把奈在山上工作的工具是什么呢？在前面，乌拉阿比道，比道是锄头。乌拉我刚刚有讲哦，刚刚这个乌尼是，如果只称是 the mark 的话，就这件事嘛，中文翻译就这件事。这，那乌拉呢？乌拉是跟我有一点距离的哈，只称的是那个哈，跟我有一点距离的。我也可以说无逆啦，都可以。我也可以讲无压，因为那个比道没有在我的眼前，我只是在说这件事，也可以。无压阿比道，无逆阿比道在我手上或者在我前面。如果有一点远啊，乌拉阿比道就那一把，锄头的单位就有1把2把嘛，所以中文翻译就是那把。乌拉阿比道，古米马奈，古萨克达亚的尼巴奈伊鲁多这样。就是把奈在山上工作的工具是那把锄头，这样。好，其实我讲的有点慢哦，那也希望我们的学员可以跟上哈，像蔷薇。那我们后面是这样哈，就是我边说，我们就可以边练习哈。其实写的目的是希望
边记啦，是增加记忆啦。其实这个目的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其实不是很难，只是一个概念而已。那我们可以去打字写上去的话，就是去增加记忆。那要注意的是哪一个哈？其实就是构词。第二项这个构词这个部分，那这个打压到底是妈型、咪型，这个是这个是基础的知识啦。就是说，我们要学主语，基本上基础上就要会它是哪一个型的哦，是妈型还是咪型的？好，那这个打压可不可以用咪啊？其实在我们部落有用咪，那可能是所以好像用咪用妈好像都可以。那不过比较大家会通认的是那个妈，马达亚了，马达亚的做木工，以台北这样啊，在台北做木工这样。好，这个两个重点哈，就是我们从以前的这样的方式在做练习的时候，其实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构词哦，构词出来之后，因为每个构词的方式都不一样嘛。像刚刚达鲁曼它是环缀嘛，前后都有。这边呢是前缀，一个复合的前缀哈，沙跟嘎这个达亚，所以它的这个构词的方式不同，然后会产生怎么样的中文翻译哦？这翻译的方式是怎么翻？这个要稍微记一下。啊，再来一个就是句子，你能不能结构出一个句子，很简单的一个句子这样子。那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其实就可以就可以我们在说主语的时候就可以搞定了，因为你会结构一个句子，那你就可以慢慢讲。那这个讲出来是让人家听得懂的，这样子，主要是这个重点哦。那如果说我们的焦点没有很清楚表达的话，就是这个第三个哦，那可能也会让人家误会了。那这个还是需要就是去使用正确的方式，尤其是我们从中文翻成阿美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讲义的概念其实都是从中文翻主语出来的，所以照理来说，我们是很容易去理解的。好，试试看哦。那我们另外的学员旁听的也可以练习啦。如果你打字，因为你不用在讯息栏打字嘛，那其实你就可以在旁边拿一张纸这样手写去练习一下，去增加记忆。名词的字根哈，好，那所以祥威你这个是刚刚的哈，好，那我们先看那个祥威的哈，那我们请祥威来念，这个是刚刚的这个受试者焦点哦，请祥威。哦，好，篱笆黑希望，咖喱巴黑按哦，咖喱巴黑。老师，如果后面加个 an 的话，咖喱巴哈干那个 K 就要那个要念出来。咖喱巴，你再念一遍。咖喱巴哈干就是那个歌波波摩佛的那个歌那个歌。咖喱巴哈干。啊，对对对。令希望的，然后受试焦点是咖喱巴哈干，你扫码，令扫码希望的。
句子 Uni admak ku kalibahakan 你扫码令扫码希望的是这件事。那我还是觉得，其实你不要用希望了，你用那个愉快啊，或者是愉快哦，喜悦啊，也可以啊。因为你用希望反而不好翻，对不对？你用那个喜悦或者是愉快，对，好喜悦愉快这样子。好，马上订正。好，喜悦吗？好，好对对对，爱心你可能会比较好翻嘛。好，谢谢老师。那我刚刚只是说说那个圣经有写这个是里巴哈，里巴哈，这是谁的愿望，谁的盼望，里巴哈这样的。不过那个是因为是可以用的啦，是同一个字哦，有盼望的，到里巴哈干就是令人盼望的哦。那还是老师，我改那个希望改喜悦就好了。对对对，你比较好翻呢。哦，好，对，好，谢谢老师。对。好，那我先来讲那个详微的这个部分哈，就是讯息栏这边的，它的字根是里巴哈，那里巴哈字根也是妈形哈，所以我们说比较常翻的，就是喜悦哦，或者是愉快嘛，里巴哈古法罗佐阿古这样嘛，或者是像刚刚这个很闷哦，它其实在意义上是一样的哈。好，那构词呢？咖喱巴哈干啊，令某某某令点点点快乐的、喜悦的、喜乐的、愉快的，好，咖喱巴哈干。好，那下来呢？咖喱巴哈干你扫码啊，咖喱巴哈干你扫码，令扫码是人哦，令扫码喜悦的、愉快的。就让扫码快乐的，好都可以。咖喱巴哈干尼扫码是什么呢？我们安过来咖喱巴哈干尼扫码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前面就要先描述嘛，哈，就是讲我们就我们说的补语哦。乌尼亚什么哦？所以这个什么少了一个 K 哈。乌尼亚什么过咖喱巴哈干尼扫码这样子哦。这件事是让扫码很愉悦的嘛，哈。那中文翻译就是这样子。令哪里边去了哈？让扫码喜悦的是这件事，无尼阿什么这样子。所以那个祥威里那个事情少了一个 K 哈，什么这样子？好，这样可以吗？祥威老师，你说那个 remark 前面要加个 a 哦。MA 什么？那个 N 那个 N 是改 K 啊？什么？好的，好收到，好来。对，所以令扫码喜悦的是这件事哦。那不管这个事情是什么，反正就是什么，就是代表这些事了。我就是去用什么去代表这件事，不管这件事是哪一种的，反正这件事就是让扫码很喜悦。那我们就可以用乌尼亚什么古咖喱巴哈干尼扫码这样子。好，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哦。是那个是工具焦点的，对。那个萨嘎欧利，如果中文翻译成谋生的方法，马雅埃多。对，工具或方法，谋生的工具萨嘎欧利方法，对，也是可以哦。对那我来念我利生活萨嘎欧利谋生的工具方法，萨嘎欧利你把奈谋生的工具或方法。我比萨乌马古萨嘎欧利你把奈以巴拉亚拜，把奈在和平部落谋生的方法是种田。好，谢谢 Alex。其实不管是方法或工具，它都是可以，就是看你要表达是什么。
我们如果它是这样子哈，如果它是一系列的一个活动，或者是那我们就是它是一系列的活动或者是动作，那当然就是方法了。那如果说它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就是说工具嘛。就像刚刚它是这个锄头嘛，锄头就是我谋生的工具嘛，当然是讲工具啊。可是如果说像我们说撒古税，比如说撒乌嘛，就是去撒乌嘛好种田，撒乌嘛的它整个它是有流程的哦。那我们当然就是说这个撒乌嘛就是我的方法啊，它不是就是我们在做中文翻译的时候，就是会比较精准啊。好，那我们来看那个 Alex 的 Rip 是生活，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讲生命嘛，就是我们人生的历程哦，讲生命。那这边它是用生活也可以，因为它是名词哈。好，那个 Sakaurip 啊，前缀哈，构词 Sakaurip 谋生的工具，或者是方法，或者是活着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中文翻成活着的，就不是工具哈，可能就是一个方法，我活着的方法。所以这个还是要看后面你要怎么去翻它哈，怎么去用。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哈，就是工具焦点这边。这个 Olipni Banai 啊，Banai 谋生的工具，或者是 Banai 谋生的方法。好，那造句呢？我bisa umah， 好，bisa umah ko saka urip ni panay， 好，sa umah，bisa umah panay， 好，它有这个地点哦，我刚忘记念哦。我bisa umah ko saka urip ni panay parayapay 哦，parayapay，好，parayapay 很多和平哦。OK， 好，把奈在和平部落谋生的方法是种田啊，因为这个种田，我们这样理解啊，比萨乌玛，它不可能是一个工具了，它是因为它是一系列的一个动作嘛，所以可能它就是方法，用方法去翻译会比较好。所以那个 Alex， 像如果你已经很确定，就是我刚说的，它是很标定是一个工具的话，那就是用工具就好了。那如果它是一系列的活动，那就是方法。好，好的，谢谢。好，那蔷薇的这个是刚刚订正的。我先来看蔷薇的订正哦，喜悦，Kalipahakan， 你什么？人家什么过 Kalipahakan， 你什么？你什么喜悦？哦 ，OK， 没问题。那我们请秀兰姐，赖西西，不会，请秀兰姐来念你的例句。早餐 ranam，sakaranam， 早餐配的菜 ，sakaranam 你丢过早餐配的菜 ，ura asirau ko sakaranam 你个早你丢过，itavak。丢过在早餐配的菜是那个咸猪肉。好，好，谢谢秀兰姐。好，我们来看这个啊，看看会不会有问题。好，ranam maranam 哈，这是马醒的。那 ranam 是早餐嘛 ？ranam rafi rahok 哈，都是名词哦。那所以我们要吃早餐就是 maranam marahok marafi 这样哈。
那构词呢 ？sagaranam， 好，这个要怎么？sagaranam， sagaranam 你，好，等一下我看一下啊，早餐配的菜，对呀、我来看一下哈，这个我们可能要翻成那个，这个可能会有2个哈，就是我先从我们的这个讲义的所表达的意思先讲哈，因为我刚说过2个，我等一下讲第2个哈，我先来讲我们讲义所讲的，如果是工具焦点的话，那就是吃早餐的工具，可能讲的就是碗筷之类的哈。好，如果我先讲我们讲义的，就是我这个工具焦点哦。第一个 sagaranam 就是吃早餐的工具，好，那第2种呢，讲的就是食物，就是早餐，对吗？对不对？我们安古 sagaranam 说，我们可能会说，你早餐吃的是什么，对不对 ？sagaranam 你的早餐是什么？那也可以讲配的东西，配的东西，哎，其实不用了，它指的就是早餐啊 sagaranam， 对不对？那我们的部落的习惯，其实这2个都有啊，一个指的就是食物本身，就是早餐本身。我们安古 sagaranam 说，或者是问的是，我们安古 sagaranam 说，哦你 sagaranam 这其实也指的是工具哦。比如说我面在那边，我面放在那边啊，sagaranam gula， 我们安古 sagaranam 是哪里？然后 sagaranam 是gula 那个面你要吃的早餐，我们安古 sagaranam 是。就是你吃早餐的工具是什么？所以这2个哈，所以这个还是要看那个，就是我要表达的是什么，这样子啊。那如果说你这边讲早餐配的菜，好像早餐配的菜，这个好像没有那个意思，它比较像就是早餐啊，对不对？如果要配的菜，这个好像又要加，还要再往后加一些字这样。那没关系，我们先看那个第3个哈，那个工具焦点的话 ，sagaranam ni gyugu 就是 gyugu 我先用那个我们 PPT 的这个方式哈，就变成gyugu 吃早餐的工具，那我想一下哈，因为吃早餐如果要用工具也很奇怪哈，我想一个名词，对，我们就只有碗而已啊。对，那我们可以说器具吗？我们可以说器具，吃早餐的用具，或者是说器具，或者是不要直接讲碗盘啊，因为我们主语有碗跟盘嘛，伊拉不知道叫糯米蛋哦，呀，有帮在碗跟盘，所以不要讲碗盘，我们就说吃早餐的器具这样哈。那大家让你gyugu吃早餐的器具这样。好，那造句呢 ？Ura shirauku sagaranam ni gyugu i safak。好，那我们先看这个估后面的哈，gu sagaranam。所以那个如果像秀兰姐你要写那个 sagaranam 那个字要合在一起哦，对，因为它是构词嘛，对，好，sagaranam ni gyugu i safak 就是 gyugu 早餐。早上早晨或早上，gyugu 早上吃早餐的器具，是什么呢？器具。对，我先用器具，我先用我们这个焦点哈，就是 ura akaising ku sagaranam ni gyugu i safak 这样，gyugu 在早上吃早餐的器具。
是那个碗，乌拉阿盖辛啊，是那个碗，这样。那什么时候会这样问哦？可能那个舅姑他可能生病了，然后为了要让大家不要用到他的碗哦，所以我就说啊，乌拉盖辛苦是个兰那米舅姑一打发这样，就是跟大家讲，舅姑用的早上吃早餐的器具是那个碗啊，大家不要用，不然会传染他感冒这样子啊。这个是情境哈。好，那秀兰姐，我来看秀兰姐这边所使用的乌拉西肉那个咸猪肉哈，不萨嘎拉那米咕咕伊塔巴，这一句是完全没有错的哦，它只有那个字错呀，就把那个萨嘎拉那合起来就好了。所以我刚刚有讲嘛，有两个，一个是代表器具，一个就是代表早餐本身。哦，所以这边翻译的话，像秀兰姐这边的翻译的话，就是有够在。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换哈，就是那个早餐配的菜，其实就说，嗯、早萨卡拉曼，我想一下哈，嗯，早餐配的菜，其实他这边就，嗯，他其实就讲的就是早餐的食物，早餐的菜。好，这个我们往后再来讲这个哈，因为它其实指的就是早餐啊，所以这边的话主要是中文翻译哦，中文翻译我没有那么确定哦。那主语的部分哈，像秀兰姐这边写的乌拉西拉乌古萨嘎拉那米尤古伊萨法，这一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指的就是他早餐吃的东西哈，吃的食物。是这个需要，这个是没问题的哈。有顾在早上吃的菜，或者是吃的食物，是那个咸猪肉这样子。好，那如果说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工具焦点来看的话，我会翻成吃早餐的器具，器具指的就是碗筷、碗筷啊、碗碟筷啊这样子哦。好，像那个秀兰姐，这样你可以理解哈，就是你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主语的部分是没问题。这个中文翻译的话，这个我现在还在纠结哈，那看那就是你翻译有更好。过早餐吃的那个菜是咸猪肉，这样就可以了吧？但是你的那个 itlabak 你没有翻出来啊，哦，在早上，哎。萨嘎拉那你给我一下，你的早上没有写啊，早晨、早上，有顾在早上吃的，早餐，有顾在早上，然后吃早餐的东西，我们可以吗？有顾在早上吃早餐的东西，萨嘎拉那吃早餐的东西也可以。如果不要去就话，吃早餐的东西是那个咸猪肉，这样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哦。虽然还没有完美，但是这样可以表达。有顾在早上吃的早餐的东西，哦，吃早餐的东西，这样是那个咸猪肉。好，那
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祥威有没有跟上进度哈，因为那个 Alex 跟那个谁，我突然忘记那个午饭是不是也在我们那个没有来，对不对？你刚刚那个问我问题的是谁啊？跟我回答那个是午饭什么哈？好，没关系。那个祥威，你 OK 吗？我可以用那个猪猪吗？用那个猪猪煮粥就是好像是一个工具，那个哦，打猪猪。煮粥是一个，但是它是那个它是动词哦，不行哦，好，我要用名词嘛，名字妈型的跟哦，名词，对，妈型的名词，好，老师我找哈，谢谢。找一下，对。好，那我们我先看一下秀兰姐这边的。Ura asirauku sakaranam ni gugu itlafak。gugu 在早上吃早餐的是那个咸猪肉，早餐的什么？我们可以说早餐的食物，对不对？好，那如果你要表达的是一个器具的话，那这个一样一样的主语可是中文就要换就是如果说你要表达是说这个碗那乌拉该信不这个，因为你现在指的是食物嘛，所以当然就是早餐吃的食物或者吃的东西那如果说乌拉该信，如果你是指碗，或者是乌拉沙拉，反正任何一个东西，只要是讲器具的，那我们就会说有顾在早上吃早餐的器具是那个改姓，或者是那个碗，是那个盘，或者是那一根筷子都可以，或是那一根刀叉，看你用什么表达因为讲器具嘛，器具有很多种。那你这边想食物，那就是早餐吃的东西，这样。Sakaranam，早餐吃的东西，Sakaranam 就是中午吃的东西，这样子。好，那我们要往下吗？好，我先往下。那个祥威你就慢慢写那我们下一个一样是时间焦点或者是处所焦点那一样我用字根是达亚的好，构词呢就是还罪跟达亚兰好，就工作的时间或者是地点所以它两个表达的意思，那就要看你到时候你的补语是什么达亚兰工作的时间或地点。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达亚兰尼巴奈，好，就变成一个焦点达亚兰尼巴奈工作的时间或者是地点。好，那句子就有两个嘛伊爸爸真过是个这个不好意思这个可能要修改一下。那个好，我先不修改我等一下我要怎么修改？我待会再修改因为我修改的话要跳出去。我直接先说我们看一下那个 PPT 的第4编号4伊爸爸真过Katayaran panai， 伊爸爸正早上不，这个要绿色这个字绿色这个字稍微修正一下，就是修成上面这个 Katayaran panai 这个伊爸爸正过Katayaran panai工作的时间在早晨，伊爸爸正
好，所以时间的那个格位标志也是用一哈，在早上188正，好，把那工作的时间在早上。那第二个，如果是要表地点呢，表处所呢，所以这边那个一样找一个地点，罗东或者是地名也可以，以不松以格林姑这样子。那这边是用罗东古，这个也是一样，把那个沙去掉哈。有罗东古跟大亚兰，你把那工作的地点在山上，所以它是表地点，所以有两个哈。好，那其实你可以使用刚刚的，我们就使用刚刚的这个工具焦点，你用看哦，然后再去造这个句子。好，那所以这个祥威，你应该现在是写哪一个练习？是工具对不对？海一好，你有想到吗？那个不大下雨，然后下雨的工具是以伞定吗？哎，你用什么字根？你用什么？就是那行吗？行名词字根啊？啊？妈行名词字根，哎，有吗？有找到吗？就是那个乌拉，乌拉哦，下雨是不是？哎呀， OK，你用那个吗？乌拉可以啊，乌拉是妈型嘛，它是名词啊。对，对好，那好，老师你按照你 tempo，然后我再打。好，好，没关系，因为现在大家在写这个处所焦点跟时间焦点这个地方，然后那个绿色这个字要修正一下哈。我们待会休息的时候我再修正，不然因为我要跳出去。那我们现在哈，我们先把 Alex 的讲完，然后我们再去休息一下。好，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我的生活高力办生活的时间或地点，高力办诺比纳乌兰族人生活的时间或地点。伊萨瓦兹谷高力办诺比纳乌兰族人生活的地点在河谷。或时间对吗？哈，是一样的嘛？哈，好，那我们来看哈，看看能不能用哈。武力好，武力是马喜嘛，对不对？刚刚有用这个啊，武力生活或者是生命，好，搞武力办就是生活的时间还是生活的地点会比较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都可以哦。搞旅伴就是你生活的地点，好像比较适合哈。那如果说讲时间呢，我们可以讲活着的时间，对不对？活着的时间也可以。好，那我们来看看，就是变成这个时间焦点或是处所焦点哈。搞旅伴诺菲纳兰。好，族人生活的地方，或者是族人活着的时间，生活的时间就好像这个族语的部分都没问题哦。如果讲地点或时间，好像都可以。可是如果要中文翻译的话，可能要稍微修正哦。那我们来看看那个 Alex 的那个例句哦。Sarawat 哦，他直接讲地点，那就是地点哈。Sarawat 就是溪谷、河谷。那大溪这边有一个部落叫Sarawat嘛哈。Sarawat 过搞里班诺比劳兰，好，族人生活的地方或者是地点在河谷、在溪谷，或者是萨瓦斯部落，对不对？我刚刚讲那个大溪那边有一个萨瓦斯，它是部落嘛。那一般我们直接讲名字哈，因为就是说中文翻译我们可以讲族人生活的地点
或者是地方哈，族人生活的地方在沙乌瓦兹部落，这样也可以哈。因为我就是要，因为确实有这个沙乌瓦这个部落嘛。那但是因为这边 Alex 他这个沙乌瓦他并没有那个第一个字母，他没有大写，那我们就是指一普通名词哈。因为如果说讲部落的话，它是专有名词嘛，一般我们都会把这个第一个字大写，所以它是讲的是溪谷或河谷，族人生活的地点是在河谷。那如果我们要讲时间呢？它这边就要什么什么要讲时间了哈。我搞了半路 final， 如果讲时间，待会哈，我们再请那个 Alex 想一想哈，如果让它变成时间，你的这一句哈，看看会变成什么，再想一下哈。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8点11分再回来再继续哈，休息一下。好，我们刚刚上到这个时间或处所地焦点这边哈。好，我们先来看，因为 Alex 有 po 一个哈，我先来念哈，就是那个请那个 Alex 来念你的例句好了，你刚新放的这个。好。Kakumushan no Shipon go Gaoriban no Agoni Usai。五塞的祖父活着的时间在日本统治的时代。好，谢谢 Alex。好，那我来看，因为刚刚 Alex 他没有写到这个时间焦点嘛哈，他就写到这个处所地点焦点。那这一句呢是表时间的哈。好，Ikakumushan no Shipon go Gaoriban no Agoni Usai。好，这边这个各位标记蛮多的哈。我们先来看那个好，就是这个，我现在讲的是讯息栏这边哈。我们先来看 Alex 他这边的中文翻译。吴塞的祖父就是吴阿公尼吴塞，对不对哈？吴塞的祖父是阿公尼吴塞。活着的时间，活着的时间角是时间哈，所以它是有一段时间哈，所以它是时间焦点，是在日本统治的时代哈。那我们来看这一句哈，我们先看这个孤后面了，因为这个是时间焦点嘛。好，Gaoriban no，这个是我们刚的构词哈，它的字根是那Gaoriban就是活着的时间，生活的时间，生活的时间，好像在语义上好像没有那么恰当哈。如果是活着的时间，好像就会比较适合哈。搞了半诺阿公你五塞，就是五塞的阿公活着的时间啊，这是有一段时间哈。活着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呢？前面就是补语哈。卡古木山努底蹦，底蹦就是日本嘛。卡古木山这个也是卡古木山，这个也是字根哈。那它的那个构词，它的字根是古木啊。卡古木山就是努底蹦，就是日本统治的时间哈。日本统治的时代啊。这个古木怎么翻呢？是管辖、统治是吗？好，卡古木山统治的时间哈，所以他这个那个 Alex 还蛮厉害哦，他其实他使用2个那个构词哦，卡古木山，我们那个这个也是他除了那个嘎乌里半，那后面前面又用一个卡古木山哦，就是时间哦，也可以表地点哦，但是他这里讲的是时间哦。好，谢谢 Alex 哦。
所以我想先来问 Alex 哦，那个这一句是你是先想到中文嘛，对不对？中文翻阿美语嘛，对不对？还是说我是先想那个时间嘛，然后如果要符合实情的话，应该就是日本统治时代或者是满清时代。可是满清时代我不知道怎么讲，就这样。时代这样。OK。如果说我们再来看看哈，就是刚刚 Alex 的那个上面哈，就是这个处所焦点这边哈 ，Isawatsko Kaulipan Finaoran， 因为它这边是 Sawat 是一个地点嘛，如果改成时间呢，Katipungan Kaulipan Finaoran， 这样好像对不对？但是如果中文来看，如果把这个我现在讲的就是 Alex PO 的那个，就是上一节哈，最后面 PO 的那个句子哈，他这边写 Isawatsko Kaulipan Finaoran， 族人生活的地点是在河谷嘛 ，Sawat 或者是溪谷、峡谷也可以哈。那如果把这个地点改成时间呢，改成 Katipungan 就是日据时期哈 ，Katipungan 是字根嘛，日本。Katipungan 我们讲说日据时期，就是日本在台湾的这个时期哦。Katipungan， Katipungan ku Kaulipan Finaoran， 感觉好像很对哦。不过翻成主语就在这个文法没有错。如果我讲Katipungan ku Kaulipan Finaoran， 这个文法完全没错，可是不符合实情哦。族人生活的时间是在日据时期，好像不符合那个事实哦，所以这个就没办在中文上就没有办法成立了。那其实，在族语的意义上也不成立了。可是如果就字面来看，好像是可以用哈。我只要换了一些，就是它这个文法是没有什么错的，只是在意义上不对哈。Katipungan ku Kaulipan Finaoran， 所以我如果把这个 Finaoran 改成阿公你usai 就可以了哈。Katipungan ku Kaulipan no 阿公你usai， 这样就没问题了哈。usai 的祖父，usai 的阿公活着的时间是在日据时期的。Katipungan ku Kaulipan no 阿公你usai， 这样的。好，所以他这个我刚刚所讲的，其实跟 Alex 所写的这个是一样的啦。他只是用日本统治的时代哦，以Kakumusan no Sipung 这样。好，那我们来看，好，我们先来请香薇，这个是你刚刚的那个工具焦点嘛哈。那请香薇来念你的句子。哦，好哦。Mautas 下雨 ，Sagautas 下雨的工具 ，Sagautas 你扫码下雨的工具。Ura rinai ko Sagautas 你扫码，ipaputar 扫码在外面下雨的工具是那把雨伞。好，不晓得没问题啊，谢谢祥薇。那我们来看一看，赖谢谢。其实就是大胆写没关系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有一些字啊会摆不进去，虽然它这个是那个现在祥薇写的这个是工具焦点嘛，那你的名词哈，那 uras 你的字根是 uras 对不对？对，字根是 uras， 那是妈型的，也没错啊哈。那如果摆进去会不会产生问题呢？我们来看哈，字根是 uras， 那要下雨下雨就是 uras 这个状态嘛哈。好，那 sagauras 下雨的工具，
好像对哈，是嘎乌拉。然后这个能不能变成那个雅吉嘎瓦塞他们的那个一种用具？是嘎乌拉，它有可能有了哈，我不知道，我乱猜的哈。就是说下雨的工具，萨克达亚是工作的工具哈，嗯，萨嘎拉菲吃晚餐的工具，吃晚餐的器具。那萨嘎乌拉下雨的工具可不可以？好像可以哈。那有没有这种东西呢？我也不晓得。那我们来看看往下哈。萨嘎乌拉你扫码，扫码下雨的工具。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东西啦。萨嘎乌拉，因为我们只要前缀哈，就是妈型的名词加前缀沙嘎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工具嘛？沙嘎乌拉，那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呢？我也不晓得。哦，是，我刚刚本来要加个沙嘎妈，可是没有沙嘎妈吧？没有吗？对呀、就是没有吗？因为我只知道沙嘎跟沙嘎跟沙比而已啊，对对对，所以我就没加了。这个你看哦，像我们那个构词是萨嘎达亚了嘛哈，那你是萨嘎乌拉，那这个构词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有没有这个东西我不晓得。那如果说有的话，因为这个是我们阿美语的特点呢，就是构词它会另外产生一个东西这样的哈。那这个萨嘎乌拉也许有，也许没有，我也不晓得。那如果有的话，它会是什么？下雨的工具会不会是求雨的工具？以前像我们部落有那个巴嘎吉大奇迹，祈雨奇迹，或是祈情句有没有？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东西？我不晓得，这个要问那个部落的耆老，或者是有参加过这样祭典的族人这样子哈，有没有这个萨嘎乌拉，就是祈雨的工具有没有？不晓得。好，那如果说你说萨嘎乌拉你扫码，那扫码它就是那个咯，它有可能是部落的那个吉嘎瓦赛，或者是就或者是那个什么独木头目之类的哈，他有这样的那个能力嘛哈，或者是他只是做仪式呢，这个是他萨嘎乌拉的用具工具那样的哈。那我们来看你的句子哈。Ura arinaiku sakaulasni samah i baputar。Ura arinai 啊，这个是补数估后面的东西嘛哈。好，后面就是工具焦点嘛。Sakaulas ni samah i baputar 就是扫码在外面祈雨的工具是什么呢？Ura arinai 啊，所以中文翻译就要写扫码在外面祈雨的工具是那把雨伞，乌拉阿里奈哈，那把雨伞。其实你的中文翻译是没有问题啊。好，我先说明一下哈，因为我们是在练习这个语法，就是利用我们所提供的这个字根、构词，然后焦点，然后再造句哈。我们是利用这个方法来造句，所以我们先不要论这个合不合理哈，先不管合不合理。下雨的原因，我刚刚没想到，哎，也是可以。那下雨的工具可不可以？就下雨的工具可能就不合理，就是祈雨的工具，下雨的原因，好，可以。像我来往上看一下哈，工具因果，所以它也是可以是原因的哈。
如果这个好，我先来说一下哈。我不知道部落，如果说部落有这样的用法哈，就是说以前那个巴嘎乌拉在祈雨的时候，如果他们有一些用具，那我不知道部落的人怎么去称呼它了，是不是使用这个萨嘎乌拉？那如果说有这样的用法，那它就是祈求下雨的一个用具或是工具哈，就是它的法器之类的哈。这样大家比较能够明白哦。那如果有的话，那可不可能是乌拉那个林奈呢？也可以哈。所以如果说有的话哈，我先不讲到底有没有，或者说合不合理。那中文翻译的话，在这边在祥威这边的翻译就要翻成扫骂在外面祈雨的工具是那把雨伞，这样是对的哈。好，老师我知道了，要订正。对，订正就是对，如果有的话啦，就是你祈雨的工具就是那把雨伞了，这个文法是完全对的啦。哦，你的翻译是对的。好，那合不合理呢？我也不晓得。好，那这个就是要去考证一下。那如果说看看那个苏璇老师所写的，如果是下雨的原因呢，那可能那个林奈就要换，对不对？那原因要怎么写会比较好？如果讲原因的话，这个造句我们来看哦。那这个给那个 Alex 比较会有想法，有创意。如果说是下雨的原因，要怎么造句会比较好？我的我比较少都巴黎新罗马古。我洗车的话就会下雨，就是网络上有些人会就是有点在开玩笑，只要他洗车哦，哎，对，这个就很现代哈。如果我比萨萨瓦古都下古我比萨萨万都下洗车，我比萨萨万都下，想一下哈，这个又变成那个哈，比萨萨万都下，它就跟那个跟那个时间焦点或触手焦点啊，洗车的时间或洗车的触手，这样吗？好，没关系，这个我们再来想一下哈，这个是另外的一个额外的这个那个额外的例子哦。就如果要让它变成原因的话，就是说怎么样去造句会比较好，就是刚刚祥威的这个例句哦。我来看一下，那个祥威像，因为我们讲说字根嘛哈，字根的话就是乌拉什，就是雨，那应该写乌拉什雨，因为我们没有要构词，我们构词是构这个工具焦点的萨嘎乌拉什这样的哦。好，所以这个马乌拉，所以你要记得哈，就是这个乌拉马乌拉是构词哈，所以字根是乌拉，哦，字根是乌拉，马乌拉就是下雨，这个是构词了。好，那老师请教一下，我那个 O 要大写吗？我那是那个 O 哦，不用大写。不用大写，对。好，那看一下啊，这个乌拉，哦，你的那个句子里面的那个 Sagaura S 也不要大写哈，名字的第一个要大写了。好，那我们一样哈，就是
来看那个秀兰姐的，请秀兰姐念你的例句。我是用打亚跟你的一样哈，打亚好，打亚烂，打亚烂你有顾工作的时间或者是地点。第一个句子，伊拉比伊古嘎达亚烂你有顾工作的时间是在晚间。第二个句子是伊巴德古嘎达亚烂你有顾工作的地点是在巴德。好，谢谢秀兰姐。对，就是这样练习了。就是其实我们因为像 Alex 他是比较有创意啦，所以他能够想一些比较少用的这种在主语里面比较少用的方式去造句也不错，是他练习的方式哈。那像我们平常的话，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做练习，就是主要就是让你去认清说我们的那个构词出来它是表示什么，你要很快的去反应啊。那个打牙烂当然就是工作的地点或者是工作的时间。那所以秀兰姐这边直接写以拉菲伊，它就是时间嘛，半夜嘛，夜晚、夜间，以拉菲伊晚间。你们讲拉菲伊是大概时间段是几点到几点？如果说你们男士的话，我们男士就黑夜的时候都叫晚间了，只要一黑夜就是晚间了。像我们海岸的话像我们部落如果讲拉菲伊都不会想到12点前，都不会，一定是12点后，就是那个应该是说12点那个时间了，晚上12点那个时间前后没有多久的时间，可能最多就是8点，就是要再精准一点可能就是10点到2点，10点到2点那个时间段，我们都会说拉菲伊，就是半夜了，讲的半夜。那因为你的中文写晚间嘛，晚间的话，如果说我们现在冬令的话，其实6点就算晚上了对，因为现在冬令好像5点半就暗了，我们就会说晚间这样。夏令的话可能要到6点吧，是这样子。冬令跟夏令还是有差，所以这个还是要精准一点你讲到这个，我们刚刚还有个例子像爸爸正跟沙发，你们会怎么分？我现在问那个秀兰姐好了，像爸爸正你们会讲的时间段大概是几点到几点？爸爸正爸爸正是讲5、6点左右吧，爸爸正很早。对，那沙发时间比较长，对不对？上午。对，整个上午就是打发嘛对，所以像其实中文翻译还是可以表达的很精准所以我想说早上可能就是指那个上午的时间，打发很回来，爸爸正盘可能就是讲早晨5、6点，或者是清晨，对不对？早晨清晨那个时候，爸爸正这样子，所以那个爸爸正不会很长。这个如果说从太阳来看的话就是到升起那个时间段嘛，就是看到光到出现，那个叫爸爸正嘛。那个太阳这样看到光了出来到这边可能就是打发了，所以可能就是那个时间段很短，叫爸爸正早晨这样子那打发可能就是整个上午了，整个上午这样子这个大概是这样的去理解了。那也没有那么精准，但是至少有一个大概可以去知道，就是爸爸正通常会是在整个打发的开始的那个时间这样子。好，那祥威的看一下好，祥威你这个
你的工具焦点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你能够理解就好了哈。那我们就继续哈，刚刚是时间焦点嘛，我们就往下哈。我们现在开始讲中缀的 OM 型的动词跟名词字根哈，一样也是那个焦点名词句型。好，好，那我们往下了哈。蒋威，你要继续写这个吗？好，好，那你就看你的讲义写哈。那我先讲这个，好，好，这个是中缀的，中缀的字根，然后赶快找一下哈 ，OM 型的，然后好，我们这个焦点呢是主事者焦点，好，那我用的字根是 ratio， 好，字根是 ratio， 歌曲也可以哈，歌曲 ratio， 那动词 ratio， 好，这个是动词了哈。加 ratio， 那另外一个构词再来增加哈，我们先加中缀进去 ratio 就是主动的动词唱歌变成动词，从名词变成动词哈，就是因为加了这个 om ratio 变成动词 ratio， 然后如果再加一个后缀呢 ratio 唱歌的人哦 ratio， 好，这个是主事的焦点呢，我们来看一下哈。Rumah Tiwai dunia ratiu, Rumah Tiwai dunia ratiu， 唱，所以这个我们其实可以这样的哈。如果在这个 Rumah Tiwai 哈，我们直接去看这个字的话，叫做唱歌的人了。可是如果说我们后面加一个 Rumah Tiwai dunia ratiu， 我们可能就是在这个中文翻译的时候，把这首歌这个可能要插进去哦，插进去这个唱后面哦，就是唱点点点的人哦，唱这个点点点歌的人这样子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umah Tiwai dunia ratiu， 就是唱歌的人，然后是唱dunia ratiu， 就唱这首歌的人哦。Rumah Tiwai dunia ratiu， dunia ratiu 这个字哈、哦，这个 ratiu 是受词嘛 ，dunia 是受格 ，dunia ratiu， 好 ，Rumah Tiwai dunia ratiu， 唱，好，我要解释一下哈，你看哦。Rumah Tiwai 是唱歌的人，对不对？可是我们这个第四个这个地方哈，主事者焦点这个地方，你看啊，唱歌的人 dunia ratiu 就这首歌，唱这首歌，唱歌的人很不好，对不对？就是我如果把原本的这个字放进去的话，会很不好翻嘛。所以虽然这边有 Rumah Tiwai 唱歌的人，然后dunia ratiu 这首歌，哦，分开解释的时候会有两个歌，对不对？不过我们在中文翻译可能就是要为了要让它通顺啊，所以变成唱这首歌的人哦，这首歌，所以这个变成这个 Rumah Tiwai 就是唱的人而已啊，唱的人，所以 Rumah Tiwai， 所以这边我们其实可以这样子哦，我们可以这样回头看，就是 Rumah Tiwai 可以把这个歌其实可以省略哈，就是唱的人这样子哦，也是可以的哈，反而好像可能更好哎。Rumah Tiwai 是唱歌，那 Rumah Tiwai 就是唱的人，好，那我们这样的话，唱的人的话，在这边就可以很好翻了哈，就可以很容易理解。唱的人是什么？唱这首歌的人 ，Rumah Tiwai dunia ratiu 这样子哈，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哈。好，造句，jika zauku rumah siwa dunia arasiu，jika zauku rumah siwa dunia arasiu。唱这首歌的人是嘎造哈，好，嘎造是人名，所以它的格位标志用鸡哦，是嘎造。唱这首歌的人是嘎造，所以这个鸡可以翻成是哦，几嘎造啊，几嘛古啦，几嘎造是南木这样哦，是嘎造是南木这样哦，嘎造古鲁嘛，另外多尼阿拉修这样哦。好，希望可以明白哈，就是这个构词之后要怎么翻哈。所以像这个罗马蒂外，我们也可以省略那个歌这样哈，就是唱的人啊，因为这个罗马蒂其实也可以直接就是把那个歌也可以省略哦，因为它是动词嘛，就是唱的意思哈。罗马蒂多拉蒂好，唱歌，如果我们说这样好，鼓励格罗马蒂多拉蒂。格鲁马蒂奥多拉蒂你会怎么翻？唱歌那个歌，鲁马蒂奥多拉蒂完，唱歌那首歌，啊，很不好翻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省略呢，鲁马蒂因为它是动词，我们直接就是唱就好了，把它想成就是唱。好，那这个，好，应该是在这边哈。好，鲁马蒂外就是唱的人，好。因为这个唱哈，唱不一定是唱歌嘛，因为现在有那个 rap， 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数来宝也可以啊。其实可能现在很多形态就是唱曲子的这种形态哦，很多种了。像有人用那个 beatbox 有没有？嘣嘣吧嘣嘣嘣吧，那个我们可不可以用那个唱？什么 feel 都，所以这很多形态会出现，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把歌省略了，把歌省略，那可能我们在翻的时候就会很好翻。这样，好，来练习一下吧。主事者焦点哦。我举一个例子哦，像就是我再补充一下我刚刚所说的，为什么要省略哦？比如说像如果我说我要唱 rap， 你会怎么讲？我们现在 rap 我们就直接用英文的 rap 哦 ，Rumah to rap， 对不对？唱歌就 Rumah to rasiu， 对不对？唱国歌怎么讲？Rumah to rasiu no 国家 no kita kit 这样吗？唱日本歌呢 Rumah to rasiu no sipum。唱美国歌呢，英文歌 Rumah to rasiu no。巴萨卡，我们讲那个外国人叫巴萨卡，玉米，马丢多拉丢巴萨卡唱英文歌这样哈，所以你知道，那所以这个唱 rap 呢，马丢多 rap 对不对？所以还是把这个歌可以省略哈，就是变成唱就好了。那鲁马蒂外呢，就是唱的人这样的话，我们翻译就很好翻。比较不会搞混这样，这是我的建议啦，看大家要不要接受，就大家的接受度了。好，那一样的这个还是要写例句啊。我们使用的就是名词、动词都可以哈。
因为那个中缀好像也不多嘛。中缀的字根，好，那个祥威的进度到哪里了？快打完了。好，没有关系，反正就是有问题就问哈。那我们先请秀兰姐来念你的例句。Rakat, rumakat，走路。rumakatai 走路的人 ，rumakatai tuni alalan 走这条路的人。Jikyoku ku rumakatai tuni alalan 走这条路的人是9ku。好，谢谢秀兰姐。好，秀兰姐使用的字根是 rakat，rakat 是走。我之前有讲过嘛，这个它是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哦。这个 rakat， 因为通常我们都会说动词了。那什么时候会当名词呢？就是它的走路的姿势，像乞丐有没有？乞丐我们通常会说它是动词，主米盖给它海乞丐。那我之前有讲过，它也可以是名词哦，有时候会是名词，就是放扎了古乞丐你扫码这样，放扎了就是很好，古乞丐你扫码，这个乞丐是他的跑步的姿势，所以它是名词哦。所以它这个字，看这个也是一样哦，就是就看我们要表达是什么，所以它可以是名词跟动词。那如果我们要变成主动动词呢？本来是来看哦，就是加中缀罗马干这样的，就走路，这个一定是动词了嘛？罗马干走路其实我们这个问题也是跟刚刚的这个罗马丢一样哈。其实我们可以直接讲走就好了，走跟那个字根一样，一个是它的意义没有变啊，意义没变啊。因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我们现在那我们以里亚或者是以我们汉我们在田野走路，好，那像那个秀兰姐的这一个如果像圣经的故事耶稣履海啊，耶稣不是走在海边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圣经啊？就是这个有一段故事，就是耶稣走在海上，那个是谁看到他？是约翰看到他嘛，就吓到，说耶稣行神迹嘛，走在海上。我们主语要怎么讲？我们 got 伊利亚了，对不对？那中文翻译呢？走路在海上，这样就有点怪怪的，对不对？走路在海上，所以我们就是说走在海上就好了。所以那个路可以省略嘛，对不对？走在海上，所以这个 rumagat，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就是在某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直接讲走就好了。比如说像那个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太阳马戏团吗？他在那个绳索上走，有没有？绳索上走，主语要怎么讲？绳索怎么讲？哇塞，绳索，曼谷呀，绳索，多数。路布也可以，rights 也可以，我们是讲 rights。那主语要怎么讲？走在绳索，走路就是 rumakat right，rumakat right， 对不对？主语要这样讲那中文要怎么翻？走路在绳索吗？没有，走在绳索上。对啊，所以有时候那个状况就是跟那个我刚讲的那个路可以省略，所以歌可以省略好，所以rumakat 就是走的人，走路的人也可以啦，走的人 rumakat 好。Makatai Duni Alalan 走这条路的人，走这条路的人，对啊，可以。然后呢，
接求固古鲁玛卡带多尼拉兰，走这条路的人是求固。好，那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哎，苏瓦说，苏摩瓦的说，苏摩瓦来说话的人，苏摩瓦来多尼亚的基要这种语言的人，我多在阿达，苏摩瓦来多尼亚的基要说这种语言的人只有老人。谢谢 Alex。好，其实好像都会有像我刚刚说的这种状况唱歌、走路、说话好，那我们人说的当然都是话了，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看一下说了说，这个也是一样它有时候是名词，有时候也是可以是动词那我们通常会认为是动词说了，那变成主动动词就是摸说话嘛，说摸了。那什么时候变成名词呢？比如说我说了你阿公姑你，这是阿公说的话，我们要听那个是名词我说了你阿公，我说了你妈妈，爸爸说的话，那个说就是话，是爸爸说的那个话，它是名词我说了。好，那什么人说那什么来就是说的人，说话的人也是一样没问题。什么来度呢？这叫什么来度呢？这叫好说读你这叫如果我们要说它是语言的话，那当然就是种类嘛。种类的话就是这种那种这样的说这种语言的人。好，像这句话，其实我们也常常疑惑，像那个 Alex 写的这个1、2、3是第4行我们可以颠倒也可不可以？脚外读你说了，好像也可以说这个语言的人，说这种语言的人，在脚外读你说了，好像可以所以这个说了跟这个在教。怎么去分别它这个我还没仔细想过，就是它都是说，那这只要像我们会说，以前小时候班长最常讲这句话，就是卡这叫，我们小时候就是不要讲话，卡这叫就不要说话那不会说卡什么了所以这个你看班长跟那个全班的人说：“大家就是不讲话，很吵，睡午觉了。大家不可能会说阿嘎嘎苏木瓦了。”所以那个差别好像就出来了所以这个苏木瓦好像会需要一个对象，苏瓦这个好像需要一个对象，这只要可以不用对象对不对？这个差别。什么好像会有需要一个对象，我不是很确定我大概是用刚刚的例子来去做判断，所以苏二好像需要对象，这叫可以不用对象，也可以要对象。好，这个是额外的了。我们往下，我们打赛在过什么来读呢？这叫好，我们先看这个焦点主事者焦点，这是估后面的什么来读呢？这叫说这种语言的。说这种语言的人怎么样呢？我们读阿斯阿扎，这边一个阿扎就是说只是只有所以它限定读阿斯阿扎在乎不容哟读阿斯阿扎就是只有老人不是全部读阿斯阿扎什么来读呢？这叫说这种语言的人只有老人读阿塞，读阿塞这个字根是读阿斯。好，谢谢。那现在56分，好，那我们请祥威来念这个最后的你这个说完大概就下课了
请祥威念。你这个是这个时间焦点、出手焦点。好，请。拉菲吃饭，嘎拉菲安吃饭的处所，嘎拉菲安尼扫码吃饭的处所，伊拉萨古萨嘎拉比尼扫码吃饭的时间在早上，伊鲁玛古萨嘎拉比尼扫码吃饭的地点在家里。好，谢谢祥威，谢谢。好嘞，谢谢。拉菲这个字根是妈型哈，马拉菲就是吃饭，对，所以这个拉菲哈其实是晚餐的意思哎。哦，好，订正。对，拉菲是晚餐哦，所以早餐是拉后这样子哈。好，所以马拉菲是吃晚餐，哈，马拉菲是吃晚餐。那嘎拉菲安就是吃晚餐的地方、地点、处所或者是时间，哈，嘎拉菲安，那看你怎么表达哈。那如果是地点的话呢，就是嘎拉菲安尼扫码，就是扫码吃晚餐的地点或是处所。那时间呢？嘎拉比安，你扫码也是一样哈。那这要看那个完整的句子啊，才知道。所以以拉法，好，你直接讲那个时间哈，拉法早上、上午也可以。以拉法过萨嘎拉菲啊，应该是嘎拉菲安，对不对？想问你的一二造句，你的那两句的第一句哈，应该是以拉法过嘎拉菲安。吃晚餐，你扫码，嘎拉比安你扫码就是吃晚餐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呢？拉法哦，所以你看哦，文法好像对，对不对？可是意义不对哎，你知道差在哪里吗？因为拉法是早上嘛，那老师，我改了来呀。啊，对，伊塔萨亚古嘎拉比安你扫码，对啊，这样就对了哈。好，伊塔萨亚古嘎，要不然你的那个会时间错乱哦。诶，有没有这种状况？诶，等一下啊，好像这一句也可以啊，就是比如说，你看哦 ，itlafaku kalafian 你扫码，这一句好像我突然想到，好像可以成立诶，就是说哈，我晚餐像我现在我在教课，晚餐没吃，然后我又熬夜，一直熬到早上，我才开始吃我的晚餐，我的泡面，所以我就会说 itlafaku kalafian 你扫码吃早餐的时间，吃晚餐的时间在早上，这可不可以？可以哦。哦，所以你那个什么文法都对，只是说你要表达的那个意义、那个处境，就是要符合情境啦。像我刚才想到这个，其实就是说我要表达，就是说我晚上都没时间吃了，然后我的晚餐在那边，然后我又熬夜到早上，然后终于吃到的那一碗泡面，所以我就可以讲这一句。Itlapaku sakalafian,没有杀哈，Itlapaku kalafian numaku, Itlapaku kalanaman, Itlapak